4月份开始是台南往来的生产季，市府农业局今年甲观光旅游局联合行销，推荐台南当地时的往来，结合超市、超商，甚至是升级、茶饮、甲饭店业者共同合作，拓展通路，提供消费者多元的选择。我们很高兴的迎来台南的凤梨季节终于开始了。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凤梨是从屏东，接下来台南、嘉义，这个凤梨的熟成，随着凤梨熟成的季节陆续展开凤梨的季节。那台南是我们很有把握的说，我们凤梨是最好吃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全联能够直接在他们的这个通路能够上架台南的凤梨，也感谢福和生鲜，因为他们的斜切做得很好，所以是要鲜果斜切，让消费者不需要再削皮，直接可以买回去消费。那感谢我们福南他们能够把凤梨成功的继续在拓展外销，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在丰柜台南的凤梨要销往日本，所以说很谢谢他们，因为这样子不仅是国内的消费者，国外的消费者都能够品尝到最好的凤梨。那感谢我们的饭店业者，他们加上把凤梨做成果汁或做成其他的生果切片，这样子的可以让许多住宿的客人能够品尝到非常非常优质的台南凤梨。市长表示，依照农委会预估，今年的往来生产量比去年减少1%，不过国际市场会用提高到3万吨，加上还有新鲜水果的现切，加电商通路的贩售，保证全民拢会用吃到上新鲜的台南往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